徛台湾看世界，来看印度真出名的古迹泰姬玛哈陵，是伫17世纪所起的世界文化遗产。讲45年来头一届做大水。通常印度的落雨季是伫6月到9月，但是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今年雨季的落雨量是起真大变化。这个6月的落雨量比往年的同期是减10%，若7月是加出到13%。这个降雨量真少甲真济，无平均造成灾害咯。如今就参这个泰姬玛哈陵嘛来出大水，这是一个警告，人类对极端的气候袂使搁安尼无要无紧咯。六大河和印度恒河支流亚温纳河水位超过151.4公尺经界线，当局随特例带伫较低势所在民众，想到河水继续涨到152公尺悬，淹过泰姬玛哈陵路口的树围啊和后花园。未来几天的水位会阁继续涨起来，让泰姬玛哈陵备受极端天气影响。泰姬玛哈陵顶一摆淹水是45年前的代志。There is a garden usually, but we can't see it, and yes, it's crazy to see the water go up so much. पड़ोस लोगों को डर है कहीं हमारे मकान न टूट जाएं, तो उससे आदमी दहशत में भी है। रात को बड़ा कम होशियारी से सो रहा है आदमी, चिंतित में आदमी सो रहा है कहीं ऐसा ना हो रात को पानी ज्यादा बढ़ जाए, सुबह बहा ले जाए। 民众烦恼财产的漏掉，泰姬玛哈陵淹水受到伤重的是全人类。泰姬玛哈陵起伫17世纪是摩尔帝国皇帝加罕为了纪念懒散过身的太太所起的白石大理石墓地，因为伊较参波斯和印度的建筑风格，所以1983年获列作是世界文化遗产。虽然印度的考古单位讲，泰姬玛哈陵即马目前未去大水淹过，不过嘛看到极端天气对文化古迹破坏，受到极端天气破坏另外一个受害者是中国的敦煌石窟。敦煌的文物主要是因为当地比较干旱的气候，所以它才能千百年来保存下来。西元4世纪开始，历经战乱，敦煌石窟的雕刻和壁画全落甲单。1987年，获列入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即马煞拄当极端天气的霜冻。强降雨，的频次正在越来越多，会导致洞窟内的湿度变大。湿度一旦达到60%到65%以上，会加速石窟内壁画和雕像病害发生的速率。根据研究，减水气候变化比全球平均趋势变更加显目，气温升悬、落大雨的频率变多，和壁画雕刻贵盐化结晶被开个脆化，和中国文化单位当地咧想办法，希望当好好守护这项文化遗产。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